Hello， 各位聽眾，你哋好啊！咁我係趙善軒博士，咁啊，今次嚟到呢度呢，同大家開咪，就希望呢做一個叫做讀書20分鐘啊，或者閱讀20分鐘嘅節目啦。咁希望每一個星期啦，或者每一集呢，有機會同大家介紹一本書嘅。咁而我本人嘅背景呢，就係我係讀歷史學出身嘅。咁但係呢，我嘅興趣呢就比較雜啦。咁所以歷史學啊、文史哲啊、社會學啊，甚至乎一啲時事嘅書籍呢，我都希望喺個節目度介紹嘅。好，咁喺今日呢，第一集同大家見面啦，我就介紹一本呢係喺舊年出版嘅書。大家知道舊年係2011年，2011年係辛亥革命嘅100週年啊。咁呢一本書亦都係為咗辛亥革命嘅100週年而寫作嘅書。咁作者係莫世祥教授，書名係《中山革命在香港》。咁而出版社呢，就係香港三聯書店啦。呢一本書呢，都好厚嘅，呢本書大概有400幾500頁紙啦。而作者呢，佢本人呢，亦都係一個內地好有名嘅學者嚟噶。咁啊喺內地呢，分別喺呢個嘅暨南大學啦，同埋深圳大學任教嘅。退休之後呢，就嚟咗香港寫作。咁喺香港樹仁大學而家呢，係做緊歷史系嘅教授。佢作呢一本書《中山革命在香港》呢，對我哋嘅意義好大。大家知道咧，歷史學其實係咩回事呢？一個好出名嘅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曾經講過，佢話一切史學都係好似當代史咁，即係咩意思呢？由當時嘅人寫，其實往往係加入咗咧主觀嘅意願嘅。咁通常歷史學係勝利者寫噶嘛，又譬如話即係漢朝嘅班固寫《漢書》。咁佢口中佢筆下嘅漢朝當然係如何美好啦，係咪啊？王莽篡漢係如何嘅醜陋啦？咁所以慢慢形成咗我哋對歷史印象，王莽係咁不堪嘅，而漢朝呢係咁正義嘅。如此類推喎。咁去到宋朝嘅時期呢，司馬光啊寫咗《資治通鑑》。咁我哋自此以後呢，就會發覺到，以改革派呢，往往就好似好負面咁樣喎，所謂即係新黨人嘅一啲嘅前哨啦。咁而一啲嘅保守派呢，又好似好道德、好正義嘅，而承繼佢《資治通鑑》嘅作者呢，亦都如是。咁所以呢，從此我哋教科書上話俾我哋知，新黨人呢係不堪嘅，王安石等人係不堪嘅，司馬光啊、歐陽修啊呢啲人呢係如何正義嘅。咁歷史由勝利者所書寫，佢嘅客觀程度有幾大呢？大家可以想象到啦。咁但係呢一本書《中山革命在香港》，成書喺辛亥革命嘅100週年，佢意義好重大。因為大家知道辛亥革命嘅勝利者，所謂國民政府已經遷到去台灣。今天嘅國民政府呢，已經唔再係當年嘅國民政府啦。今天嘅國民政府已立足台灣，甚至乎曾經由民進黨執政啊。咁但係當年嘅國民政府，佢哋嘅後代啊，所書寫嘅孫中山、蔣介石，一定係正義嘅代表啦。咁所以呢一本《中山革命在香港》呢，可以係一句簡單講出佢嘅重點，就係將聖人還原翻歷史印象，將聖人還原翻歷史真實嘅一面。孫中山，我哋傳統認為佢係國父，認為佢係聖人，無疑啊，佢嘅貢獻當然好重大啦。咁但係孫中山呢個人物，佢聖人極，亦都有好多歷史上嘅瑕疵喺裏邊嘅。就以孫中山個人嘅私德為例啊，孫中山呢，一方面呢高唱呢男女平等，一方面高唱一夫一妻，要建立新中國，要建立現代嘅中國啊。但係佢本人呢，自己係曾經有一段嘅盲婚啞嫁嘅婚姻啦，佢太太盧武錚喺澳門裏邊長期定居。但係佢仲未離婚之際呢，已經呢同咗佢好朋友查理宋查理嘅女兒呢宋慶齡發生咗一段婚外情嘅。據好多檔案資料顯示啊，佢曾經呢同宋慶齡呢喺日本已經有同居嘅一個機會啦。咁亦都同時間呢，亦都有日本嘅特務呢係揾出咗佢哋同居嘅一啲具體嘅情況呢，記錄咗落嚟，留到今天成為咗檔案文件嘅。仲有一個可以提一提嘅，孫中山呢曾經呢去到日本一個地方去浸溫泉啦。呢度呢係箱根，大家好出名嘅日本旅遊勝地啦。同日本嘅一位女性亦都曾經喺箱根一間叫富士屋嘅溫泉酒店裏邊呢係共宿㗎。咁當然啦，佢哋喺裏邊會唔會係傾談革命事情呢？還是係有其他發生呢？就無從稽考啦。咁但係喺記錄上邊呢，係見到呢個咁嘅情況咯。咁所以你見到聖人其實往往呢都有凡人嘅一面嘅。而《中山革命在香港》呢本書啊，佢係嘗試將孫中山還原翻歷史嘅印象。因為喺我哋傳統嘅論述底下呢，孫中山佢周圍同人哋講，佢就係一個天山革命者。佢細個呢係坐喺榕樹頭下邊呢聽太平天國嘅老人家講，自此之後佢係建立咗革命思想。但係呢一本書佢話俾我哋知並唔係咁樣噶。孫中山嚟到香港之後呢，
積極咧係參與呢個嘅保皇運動啊，同佢嘅老師何啟等人呢係組織呢個嘅革命嘅前哨者啦，即係當時所謂嘅維新早期維新思想。咁更重要就係咧，後來咧佢多次上書李鴻章之後咧，佢發覺失敗咗佢開始搞革命。但係呢本書話俾我哋知，佢並唔係革命嘅始創人，亦都唔係革命嘅領導者。當時嘅革命領導者係邊個呢？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如果有睇過一套電影十月圍城裏邊呢亦都有一個人物叫楊衢雲啊。其實當時嘅革命領袖呢係楊衢雲。到幾時孫中山先成為革命領袖呢？係一個叫《倫敦蒙難記》呢本書出版咗之後啦，孫中山呢挾持住西方嘅輿論成為咗革命領袖。但係而呢一本書呢，根據近年呢一位歷史學家澳洲嘅歷史學家黃宇和所考證孫中山裏邊講嘅內容呢幾乎係假嘅。咁《倫敦蒙難記》呢傳統嘅講法呢就好神奇嘅。每一個聖人都有神奇嘅一面㗎，佢都要塑造自己。話說孫中山有一日咧喺倫敦度咧喺街度行下，見到清朝嘅特務，然後俾人綁架咗。綁架完之後咧，去到一間屋裏邊，佢覺得好驚，但係唔知點解佢手上有紙同筆，佢寫咗一封信咧俾佢老師一個英國人康德黎，然後掟咗封信落街度咧，結果有一個英國嘅居民呢無啦啦行過執到一封信，無啦啦睇完之後發覺事態好嚴重，而無啦啦竟然揾咗康德黎去救佢。呢件咁神奇嘅事件，除咗神蹟之外，我都解釋唔到係點解啦。而黃宇和教授佢嘅考證呢，就發覺原來呢件事並唔係咁樣喎。原來係當年係孫中山親自走咗去英國清朝駐英領事館裏邊，去游說當時領事館嘅人去造反。咁而當時領事館裏邊嘅人呢，有人認得出嗰個人呢就係孫中山。最後呢，就將佢綁架咗。綁架完之後呢，康德黎亦都無端端知道呢件事，亦都一早揾人跟蹤咗孫中山，亦都係順利呢協助英國嘅警察呢去解救咗佢嘅。咁而根據學者嘅解釋呢，就係成件事由康德黎同孫中山兩個人呢親自策劃嘅，希望呢借呢件事製造西方嘅傳媒關注。而事實上呢件事之後呢，孫中山亦都成為咗革命領袖，因為呢，佢喺外國嘅報章裏邊呢大行其道，將佢成個故事神話化。所以孫中山嘅革命呢並唔係我哋傳統所理解咁樣神聖嘅，而係裏邊有好多政治嘅包裝術啦、政治嘅化妝術喺裏邊嘅。而事實上，孫中山係咪一個革命嘅堅定者呢？但係事實上唔係喎。喺義和團之亂發生咗之後當時孫中山係寄咗封信俾兩廣總督李鴻章，鼓勵兩廣總督李鴻章獨立做皇帝。而孫中山嘅解釋就係會咧協助佢做皇帝，希望能夠得到即係外國嘅支持啦，建立一個嘅廣州政府。所以由此可見啦，孫中山其實並唔係一個革命嘅堅持者，而係佢一個嘅機會主義者。只要有機會嚟到呢，佢就願意去顛覆翻當時嘅政權嘅。而至於換上究竟係維新政體還是係革命政體，還是係君主帝制政體呢？其實並唔係一個最重要，而係呢個世界有一種人個基因生出嚟就要顛覆一切。孫中山可以話就係呢一種人嘅代表啦。孫中山呢，佢後來嘅解釋當然話係一個機會啦，借呢個機會呢建立一個政權，然後慢慢過渡。但係事實上係點呢？冇人可以知道。而睇翻孫中山晚年呢，你睇到一種歷史嘅現象。孫中山喺早年呢高舉美國式嘅民主政制自由平等博愛，法國大革命以嚟一直嘅主流思想。但係去到孫中山嘅晚年呢，一改翻佢前期嘅作風啦，佢發覺冇軍事嘅能力係唔能夠解決到當時中國嘅問題嘅，所以佢以俄為師，學習到列寧式嘅政黨，將國民黨咧打造成為一黨專政嘅政黨。喺孫中山佢有5個階段嘅，所謂後來嗰2個階段呢，就係呢個嘅訓政啦同埋還政階段。但係而事實上呢，根據莫世祥教授嘅分析孫中山最後所謂還政於民都係建立國民黨黨內嘅民主，而非我哋今天所理解嘅多黨制政治而係一黨專政嘅政治。所以本質上喺1921年以後嘅中國共產黨同埋1921年以後嘅中國國民黨其實個分別並唔係真係太大，因為佢哋嘅本質都係蘇聯式嘅俄共式嘅一種嘅一黨專政政府，仍然都係一種一言堂嘅模式。當然啦，孫中山同埋中共最大嘅分別就係佢比較容許黨內嘅民主，而呢個嘅中國共產黨喺早期陳獨秀、李大釗以後幾乎係不能夠容納有黨內唔同嘅意見嘅，呢一個係一個最根本嘅分別。所以《中山革命在香港》呢本書就將聖人還原翻歷史嘅印象，
而裏邊呢，仲有啲情節呢係幾有趣喎。嗱，我哋傳統都認為香港人呢係民主嘅先驅啦，係咪？對革命黨呢好支持好歡迎，冇錯，呢個係一個普遍嘅歷史印象嚟噶。但係事實上呢，又唔係完全係咁樣喎。原來喺呢個嘅1911年以後啊，即係中共啦，即係呢個當時中國啦，建立咗呢個北洋政府啦。喺北洋政府之後呢，發生咗一啲好特別嘅事情嘅，就係香港嘅通脹呢好嚴重。香港嘅經濟環境呢亦都開始好惡劣。當時呢，廣州嘅一啲嘅革命黨呢希望呢重新革命啊。咁但係事實上，香港嘅市民呢亦都聯署當時係支持袁世凱稱帝啊，支持袁世凱呢係恢復翻帝制，甚至乎支持袁世凱嘅專政。咁呢個反映到香港人有個特質，百幾年嚟都係冇變嘅。只有着數嘅地方呢，佢哋就會去支持，因為政治嘅穩定啊，對商人啊，先會能夠有揾到水噶嘛。原來百幾年前嘅歷史同今天呢，中國喺香港嘅建制派仍然分別都係唔大嘅。只要有水就會有人去支持，呢一個係百幾年嚟歷史係多麼咁相似呢，各位。咁所以莫世祥呢本書《中山革命在香港》呢，裏邊仲記載咗好多孫中山先生呢，其實係後期美化咗佢嘅歷史印象。譬如話同楊衢雲之間嘅鬥爭呢係好劇烈嘅。楊衢雲臨死之前呢，孫中山同佢呢仍然有多次嘅激辯，甚至乎係反面，幾乎係不相往來嘅。而楊衢雲一死呢，中國人有個傳統啦，死者為大。楊衢雲一死之後呢，孫中山亦都係寫翻好多書信啦，寫翻好多文章去表揚翻楊衢雲嘅歷史貢獻嘅。咁但係事實上呢，孫中山同楊衢雲本人呢係交互咗多年嘅，爭奪呢個革命領導地位，亦都有好長嘅時間。仲有一個有趣，原來孫中山呢，佢成日同人講自己喺香港嘅港大前身啦，香港西醫學院裏邊畢業啦，而係攞第一名嘅。根據學者嘅考證啊，原來當年呢只有2位學生嘅啫。咁而孫中山考第一名呢，佢嘅成績本身亦都係麻麻地嘅，咁係僅僅合格嘅啫。咁所以呢，有時聖人呢將佢講得太過偉大呢，亦都係喺當時辛亥革命以後，當然意義重大啦。因為我哋中國係需要建立一個聖人出嚟，俾當時嘅國人一個希望。但係作為歷史學家，作為一個百幾年後嘅中國人，我哋係有責任了解翻歷史嘅真相，有責任了解翻歷史嘅真實嘅一面嘅。所以呢，我哋中國人呢要去讀書，因為以前呢聖人實在太多啦。孔子係聖人，孟子係聖人，杜甫係聖人，近代有孫中山係聖人，甚至乎有部分人認為毛澤東都係聖人。而事實上呢啲咁嘅人呢，亦都有好多黑暗嘅一面，好多真實嘅一面。就以毛澤東為例啊，毛澤東呢早年呢有一本書叫李志綏醫生回憶錄，係毛澤東嘅私人醫生嘅回憶錄嚟嘅。佢裏邊呢講到毛澤東呢大量嘅私人男女關係啦，呢樣嘢當然都唔重要，因為孫中山呢一類人呢都有好多風流才子，往往都係好難避免嘅。咁但係毛澤東曾經都講過一句說話，佢就希望呢呢個嘅美國投放原子彈落去當時嘅福建。因為咁樣呢，佢話死1-2千萬人換嚟中國人嘅團結呢係值得嘅。當然啦，有學者質疑咗呢番說話啦，認為呢番說話係李志綏可能個人嘅一啲歷史印象，唔係真實嘅。咁但係事實上呢，我根據我對毛澤東嘅理解呢，呢個絕對係符合佢嘅講法。因為喺後來1950年代呢，日本有記者訪問翻毛澤東點樣德國，佢話第一樣嘢要多謝日本，如果唔係日本侵華，中國共產黨係唔能夠奪權。因為喺抗日戰爭裏邊呢，共產黨呢，佢只係呢3-4分呢係抗日嘅啫，而7-8分係擴張嘅，即係對付國民黨。咁所以呢個亦都合乎翻呢毛澤東本人嘅一種歷史嘅發展路徑嘅。咁呢個係佢親自對日本傳媒所講嘅嘢啦。咁而孫中山呢，其實亦都係有好多嘅人性嘅一面啦。無論喺咩情況底下呢，只要能夠呢去得到佢嘅權力啦，或者其實佢對權力唔係太過執着嘅，有啲人講。咁但係其實呢個講法呢，譬如話有人印證咗1911年呢，佢係讓位俾袁世凱。但係呢一種講法呢，當然啦，無疑係美化咗孫中山嘅人性嘅。因為當時袁世凱同呢個嘅南京政府對決嘅時候呢，武漢政府對決嘅時候呢，其實軍事實力係相當懸殊。孫中山除了讓路之外呢，係沒有其他選擇。咁所以孫中山當然一方面佢讓路，另外一方面亦都合乎翻歷史嘅印象嘅。咁所以好多歷史資料出咗嚟啦。譬如話陳炯明呢個人呢，傳統嚟講呢就話一個負面人物，但係而家好多歷史資料出翻嚟，包括翻陳炯明嘅後人嘅證供出翻嚟呢，有一位學者余炎光教授其實佢寫咗一系列嘅文章，係為陳炯明呢個講法呢係作出一個新嘅解釋嘅。因為好多時候我哋淨係單向支持，一面支持，了解孫中山嘅講法，認為陳炯明係軍閥。
而忽略咗呢，當時陳炯明呢，其實亦都反指翻孫中山嘅武進咯。而兩者係因為喺戰略上邊嘅敵對、戰略上面嘅分歧，最後呢形成軍事嘅對決。自此以後，孫中山當然係得到蔣介石等人嘅幫助，最後得勝啦。咁但係歷史往往係勝利者所書寫，咁所以我哋所今天讀到嘅歷史呢，就係陳炯明叛變，而唔係孫中山同陳炯明因為意見不合而決裂。而事實上，我哋讀歷史應該要多角度去考證、去了解。所以《中山革命在香港》呢本書提供咗好多大量嘅新嘅角度去俾我哋去了解。而作者莫世祥佢嘅身份呢，亦都係相當之特別嘅，因為呢，佢本身係一個內地學者啦，喺華中師範大學畢業嘅，師承著名嘅近代史學者張開元教授。佢長期都係內地裏邊做研究，所以佢對檔案呢掌握得比較多。但係佢同一般嘅內地學者嘅分別喺邊度呢？佢近年已經移居咗香港啦，所以佢書寫嘅時候呢，亦都比較大膽，亦都比較能夠還原翻事實，唔需要呢考慮到太多官方嘅意識形態。因為喺內地幾乎寫近代史書都要係經過呢個中宣部啦嚴格嘅審查，甚至乎呢相關嘅出版社亦都自我審查比較嚴謹。所以喺香港3聯書店出版呢本書呢，亦都俾我哋有好大嘅啟發，係能夠得知呢孫中山先生嘅革命呢，嗰個歷史真實嘅環境係點樣嘅？仲有一提孫中山呢，佢喺好多個場合裏邊呢都自稱，亦都人哋尊稱佢做孫中山博士。但係其實呢個講法呢係一個錯誤嘅。首先第一，孫中山佢係一個醫生，無疑醫生同埋博士呢，英文都叫 doctor， 但係喺學歷上面係完全唔同嘅。因為孫中山只係香港西醫學院裏邊咧得到文憑，嚴格嚟講只有 diploma 學歷，所以唔能夠用博士嚟尊稱。甚至乎如果用英文佢係咪能夠用 Doctor DR 呢？呢個亦都係質疑嘅，因為佢到底有冇受過嚴格嘅呢個嘅西醫學會嘅或者有關嘅機構嘅認證呢？呢樣嘢都係值得大家去深入研究嘅。而孫中山呢，佢只能夠稱之為一個醫師，甚至乎一個行醫者，係咪一個醫生，亦都係可以商榷啦。如果佢自稱為一個 doctor 咧，當然啦，呢個孫中山先生同埋佢哋嘅門人或者當時嘅社會人賢達呢，都係一種尊敬嘅稱呼嚟嘅啫。咁但係我哋作為歷史考證呢，唔能夠將佢書寫為孫中山博士。更加有一個特點就係孫中山呢，中山呢個名值唔值得去講，或者係唔係應該用中山呢個稱呼去看待孫中山先生呢？亦都係莫世祥教授呢有詳細嘅考證嘅。因為大家知道啦，孫中山呢其實係一個日文名嚟嘅，因為當時孫日先先生呢去到日本呢進行革命活動嘅時候呢，就冒充係日本人，喬裝係日本人。當時佢改咗個名叫中山朝，中山係個姓。但係後來啲人呢將佢稱呼下，因為日本呢嘅革命黨呢係對中國嘅革命黨呢係有好大嘅支持嘅，日本嘅軍閥亦都對中國嘅革命黨好大支持。自此之後呢，因為好多各種歷史原因呢，所以孫文呢改稱孫中山。而有啲學者認為呢，應該稱呼翻佢做孫文或者孫日先先生呢，先係一個合理嘅歷史稱呼。而稱佢做孫中山呢，似乎呢係將佢日化咗，甚至乎係混亂咗嘅。咁當然啦，根據約定俗成嘅講法啦，孫中山又好，孫文又好，孫日先又好啦，其實個分別唔係真係太大嘅啫。當然我哋書寫翻歷史應該稱呼翻佢做孫文。如果你要好尊敬佢嘅話呢，可以稱呼佢做孫日先，視佢為國父；而稱佢做孫中山呢，無疑係未嘗不可嘅。咁但係亦都唔需要太執着，因為始終百幾年嚟約定俗成啦，呢樣嘢已經成為咗個歷史傳統啦。其實歷史學本身係一個好有趣嘅學問，歷史學呢，當然啦，唔一定係好似瘋狂歷史補習社咁樣要將佢天馬行空嘅。但係歷史學最重要就係要將佢還原翻歷史嘅真相，要將佢還原翻歷史嘅現實。好多時候我哋對歷史嘅理解只係一個片面嘅理解。希望今日呢本書《中山革命在香港》能夠俾各位讀者有唔同嘅睇法，對歷史學有一個重新嘅思考。喺嚟緊我哋將會走進文史哲、社會科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唔同嘅領域。希望每一集介紹一本重要嘅著作，希望每一集能夠為讀者、為各位帶嚟新嘅啟發。喺呢一度又要同大家講聲再見啦！今日我哋介紹嘅係莫世祥《中山革命在香港》，而我係趙善軒博士，希望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唔同嘅書籍。今日去到呢度，再見。